后来这个做兵甲做替代役，是毋是真正咧浪费时间呢？替代役这个构想是来自欧洲的社会役，伫2000年完成立法，主要是甲国防军力加出来的人力做其他的运用。除了一般的替代役之外，也有一种研发替代役，讲这种的退伍了后进入大公司的几率加真悬，所以每一档申请的人阁未少哦。 伫相对内面做替代役有专业的知识，有人退伍了后报考消防员。台湾替代役2000年完成立法，有分做2种，一般替代役甲特殊资格研发替代役，逐档申请人数拢超过所需要的名额。国防那个多余的兵员释出来以后，才可以让他转服替代。替代人办理刚开始办理的时候，是以社会服务以及公文事为主。 研发替代役一签都要签3年，还佫包括鸿海、台积电、南亚科等大公司拢开放名额。头一档领一般职员的薪水，退伍了后会使有优先录取的机会，等于是提早得到求职的门票。还佫嘛本来发展了真好，因为做兵影响，像阮经天拍片广告，一年收入超过2000万。2012年伫新北市教育局做一般的替代役，月俸干那9955块，影响受任。 去补足了一些包括了学校啦或者一些机关上头的这个人力上头的不足。外人来看这个替代役就变成是一种廉价劳工的这种人力的运用。替代役的出现有好有歹，不过1994年以后出世的役人，敢若需要经过4个月军事训练，嘛取消替代役，敢若提供家庭宗教因素的申请，想要做替代役，即马嘛无名额。